今天的单词是顶，音标是这个，汉字是这个顶，它的最早的含義是指數值。頭哥，你好嘢，掂個碌嘢。我咁講。所以我而家寫咗個字俾你畫租咗，呢就連結個連。橫睇掂睇都分明係一個窮字。要引申到事情做得妥當，過程順利，然後完成得很好。你唔使幫拖，呢度有我搞掂。搞掂未啊？搞掂啦！都未上車喎。我唔理你哋邊個撐阿羅，邊個撐大啲，我要你哋去傾掂佢哋兩個。各位，佢已經同王母娘娘講掂數，以後唔會再有瘟疫㗎，即刻放人。又引申為指厲害出色，就是指人的技能或者表現卓越，或者事物的質量高，效果好。大佬，呢度啲廣東話真係好掂。呢輪同我條女講得多，自不然就掂啦。成台麻雀都夠腳咯，你掂至好啊女？得咧。喂，大佬，冇嘢啊你？嚇！呢粒嘢掂啊！